係蔡小姐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山林海南區嘅房型。我哋揀咗5套性價比非常高嘅房。呢個咧係第一套，喺山林海南區11座嘅單位，樓層24樓，入戶花園，售價28萬，即可全款帶走。總樓層咧係30樓。呢個房咧西南朝向，冇任何欠款，紅本在手，所有家私家電都係附帶贈送俾你嘅。佢唔可以按揭，只可以一次性。3個房，2個廳，1個衛生間。有興趣可以聯繫呢套喎嚇。歡迎收睇第2套。呢套單位依然係山林海11座嘅4樓嘅一個樓層，全屋同你封咗窗啦。呢套咧係3房2廳1衛，78平方嘅一個建築面積。有帶入戶花園，售價25.8萬，呢個咧係佢全款價錢。全屋咧紗窗3紋同你做齊晒，廚房咧仲打咗成排嘅櫃，之前都係自己住嘅，未出租過。呢個單位咧4樓睇園林嘅，住起身非常舒服同埋安靜，所有家私家電都有附帶贈送俾你。主人房。山林海嘅配套咧，佢落樓咧有公交站，旁邊咧有國際學校，仲有我哋嘅社康醫院，呢邊就係工位啦。呢個單位成個小區目前比較平嘅3房啦，25.8萬。我哋接住睇下一套客。呢個係第3套喎，可以睇下第3套。呢個時候下晝1點鐘，太陽已經曬入嚟啦。依家成間屋都冇開燈，呢個狀態下可以睇到採光非常靚。呢個單位咧係山林海南區嘅10座，樓層咧27樓，建築面積咧84平方嘅3房2廳1衛，廚房都係有帶明窗嘅。呢個價位咧28萬，可以全款帶走。先嚟睇主人房，主人房咧都係朝西南朝向嘅，可以入到太陽。成間屋佢住得比較少。客房。我哋嘅乾濕分離洗手間，加埋我哋嘅另外一個客房。呢個單位樓層即係靚旺27樓嘅樓層。我哋接住睇下一套啦。OK， 走。Hello， 呢個係第4套，我哋望下山林海南區樓座13座樓王單位，樓層14樓，建築面積咧66個平方，售價22.8萬，朝西南朝向。2個房以及我哋嘅主陽台都係西南朝向，成間屋冇任何欠款，紅本在手嘅，可以睇到佢個視野非常開闊，睇到成片前面嗰個田園風景，住起身都係安靜嘅。最大嘅缺點咧係個廁所從收樓以嚟就係冇乾濕分離嘅，但我都要自己改咗啦。我哋廚房佢嘅抽油煙機包括消毒櫃都同你裝咗更換晒啦。3個陽台帶咗洗衣機嘅位，仲裝埋風窗。14樓紗窗3紋同你裝齊晒，22.8萬，22萬8。有興趣可以聯繫睇樓喎。我哋繼續睇下一套啦，走。我係蔡小姐，今日呢套第5套介紹嘅房型山林海，非常之溫馨嘅一套3房，而且可以睇到廚房重新同你裝修過啦，改成開放式嘅廚房。山林海南區13座嘅樓王02單位，鞋櫃成排做好。我哋嘅第2扇門後邊仲做個定制櫃。所有嘅牆壁同你做咗藝術漆，防潮防霉。3房2廳1衛嘅84平方嘅建築面積，售價咧31.8萬嘅總價。而且咧，佢所有嘅天花、地板，包括我哋嘅洗手間都同你重新裝修啦。3個房間都做咗嗰個簾啦。客房同埋書房，客房亦係書房嚇，睇你點用。睇下最後尾一個客房啦。呢間房咧係紅本在手，冇任何欠款嘅。佢呢個31.8萬嘅價位咧，包含咗所有嘅家私家電，現狀出售俾你，佢帶走自己嘅私人物品。今日介紹咗5套房型俾你哋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去後台私信睇樓，所有嘅房型都係真實價錢、真實房型，隨時都可以睇樓，冇任何欠款，有需要後台睇樓。拜拜。